機會。而其他律師同埋訪民亦都據報同樣表達悔意。灣區今晚天色大致良好，聽朝早有雲，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。今晚最低氣温係58度，而聽日最高氣温將會回升至77度。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宣布改組內閣，撤換日前喺國會投票中反對救助方案嘅閣員，而歐盟都將向希臘提供一筆貸款，俾希臘償還欠債。由張光平報導。